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個頻道，就係 NTG 啊。今日咧就話呢個我的監獄，今日我就要起一個監獄，大家就事不宜遲，即刻起一個監獄啦。OK，咁呢個監獄，我啱啱聽講你想開始自己嘅監獄，我有幾個快速嘅步驟可以開始。你開啟建築模式入邊嘅建築，開啟牆壁選單，經喺指定位置起一埲牆，咁樣啊。然之後再開啟功能性，喺呢個指定嘅位起一張野餐台，開啟管理員，開啟員工，僱用一名守衛，坐喺汽車嘅駕駛員座位，跟隨紅色箭頭嘅指引，駕駛前往城市。2,000 years later. OK， 呢個就係城市啊。OK， 追捕嘅城市啊。我就要追捕一名罪犯，而呢啲就係喺街上面行走嘅。What？ 我改嫁咗啊！其實根本係咪我就係囚犯咩？喂，撞走晒啲樹，撞走晒啲欄杆。喂，完美。跟住喺呢度用車廂外放出，跟住釋放。OK， 而家教你點樣解鎖新嘅建築圖功能，打開管理，開啟研究，然之後咧就可以研究。我就係需要研究2秒咋。3個爐房，一個飯盒，又有得打電話啦，喺度沖涼啦，同人哋沖涼啦。然之後咧，你咧又可以喺呢度做 gym 啦，改部幾個。跟住再改部幾個嗱，哇 ！Oh my god！ 上頭先釋放咗個通緝犯啦，我翻嚟啊，通緝犯！哇！而家又要出聲，玩咗捉你啊！我有時捉到你啦，哈哈哈！都幾笨，之後咁樣。咁樣就搞掂，變成咗一個既平又舒適嘅。點解你要亂抌呢啲飯？哇！逃生通道你哋想掘走啊？呢個石屎嚟噶，你掘唔走噶。我先掘到呢啲少少已經叫好勁噶啦。Oh my gosh！ 啲跑步機咧，咁樣啲人咧就做唔到運動咯。跟住在呢度起個籃球架，方便你哋喺度打籃球。你睇，你哋就咁打籃球喺度，然之後撞到呢個燈柱，之後夜晚咧瞓覺都瞓好啲嘅。你哋要沖涼喎。你搞乜啊？你睇人哋沖涼啊？你都要沖涼 ？OK， 我要治咗你啦，現代化少少，等你哋會更容易咯。哇！你哋跟住你哋喺門口度都可以沖涼。OK， 我而家出醒捉咗呢個玻璃喺呢度，我而家應該都好。跟住，哇！你哋要瞓覺啦，小跑。跟住喺呢度再起高。哇！依家有好多張凳。OK， 咁今集嘅內容就到呢度完啦。如果你想睇到更多我的監獄嘅內容嘅話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 down below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